肺腎氣虛，身體差，呢個實用藥你一定要記好。身體素質差，容易生病嘅人，肺氣虛、腎氣虛，記好呢個冷門嘅實用藥，既補肺又益腎。第一，肺氣虛，肺氣虛弱，人體防禦能力下降，邪氣侵肺，就容易出現長期嘅咳嗽、氣喘。呢類人咧，平時仲可能伴有怕風、怕凍，容易感冒、乏力、自寒等情況。第二，腎氣虛，腎主納氣，腎虛不納氣，仲會表現出喐唔喐就喘，容易疲勞嘅情況。呢類人咧，可能仲伴有腰膝酸軟、乏力、夜尿多等症狀。唔管係肺氣虛，仲係腎氣虛，呢啲虛症咧，都可能影響到我哋嘅正常生活。而中醫認為咧，肺為氣之主，腎為氣之根，兩者係相輔相成嘅。如果肺氣虛時間長咗，就影響到腎，所以調理上就需要使用肺腎同調嘅中成藥。比如話蛹蟲草菌粉膠囊，佢入邊嘅蛹蟲草菌粉既能夠補肺益腎，又能夠止咳化痰，適用於肺腎氣虛、腎陽不足所引起嘅久咳、氣喘、痰多、自寒、身寒、手腳冰冷、腰膝酸軟、乏力、頭暈等等。呢個藥就可以調理肺腎兩虛。長期體虛嘅人不妨試一試，你記住啦。